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辉达公司召开的人工智慧 AI 大会 GTC。今仔日伫执行长黄仁勋的演讲中，来到新一波的高潮。黄仁勋讲，机器人的时代来了，相关的应用嘛愈来愈多。啊，原本伫影片内底迄身超高水的人形机器人，竟然行去伫台顶。伊是这场演讲的贵宾，甲黄仁勋的互动，互现场的笑声不断，嘛得到热烈的掌声。圆滚滚的目睭，细机脚搁踏伫咧沙石仔顶，高水人形机器人不如那看东看西，嘛为大屏幕看像辉达 GTC 大会舞台。正座上靠瓦戏的嘉宾，嘛甲黄仁勋现场互动，全场拢是扑个声。Hey Blue, how are you doing? Can you imagine just now what you were looking at is complete real-time simulation? This is how we're going to train robots in the future. 和 Google DeepMind 和 Disney Research 合作开发，宣告 AI 驱动通用机器人时代正式起步，现场各出课题来解考试。Blue has two NVIDIA computers inside. Look how smart you are. You're good. You're good. Just stand right here. 那系指令跟那解学了，不如的分享和黄仁勋拢笑出来。伫咧大会嘛公开上新机器人开发的技术，Newton 的针对机器人学习进行最佳化，会当处理较复杂的任务。啊，那 Groot N1 有快慢两大系统，咪当轻松完成摕物件、刷物件、抢在快递的任务。啊，那原本各界嘛期待黄仁勋的演讲会当互美国组一个中心社，不过受到国际局势和川普无效政策影响，四大指数继续落，和辉达股价量落3.43%。The time has come. The time has come for robots. 新时代敢会当帮助市场带来新动力，各界拢真期待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